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歡迎大家收睇實德財富錦囊。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黃金價格喺6月份第一個星期嘅走勢，會係受住啲乜嘢嘅因素影響？會唔會繼續反覆下試低位支撐力，定會係有能力可以再一次展現出一個屢創新高嘅走勢？首先，今個星期有幾樣嘢大家要密切關注嘅。首先就係究竟中美兩國嘅元首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嘅電話嘅對話去傾談，或者係商討呢一個嘅關稅貿易問題？因為呢一個會關乎大家會唔會好積極咁樣買入黃金去對沖中美兩國貿易戰風險嘅需要。而另一個重要嘅事情就係聯儲局喺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2點就會發布最新一份嘅褐皮書地區經濟報告啦。褐皮書報告內容會係直接影響到大家對聯儲局嚟緊6月份會唔會繼續維持利率不變呢一個決定。另外，今個星期會有 ADP 私營機構新增職位數據，同埋禮拜五出台嘅最新5月份非農就業人數，同埋最新嘅失業率啦，同埋最新嘅個人收入同埋呢一個支出嘅數據結果。喺眾多嘅重要事項同埋關鍵嘅數據出台之前，投資者追捧黃金或者喺高位承接黃金嘅承接力咧，應該唔係好強勁，咁所以有機會金價短期間上到去大概3355美元附近，會係遇上一個大嘅阻力，所以短期間適宜喺3355美元附近建立個淡倉盤，睇淡個金價回落到去3260美元附近。而止蝕價位就應該放喺3370美元啦。今集講到呢度，想知道更多市況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下次再見，拜拜。